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节目。针对着今年年底哦，九合一的大选呢，咱启明时声节目拢着想呢邀请到要参选的参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理想甲抱负，啊，各有什么款的证件哈。那么尤其是寡正大的新人，咱有一寡机会，和大家好好来认识因。所以今仔日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位哦，哇，非常的年轻有为，而且他是一位律师。那在最近呢，伊拄通过民进党的初选啦，吼，是要来参选到台南市的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参选人。咱来欢迎周家伟律师。大家好，我是周家伟律师。这次参选北区、中西区市议员参选，啊，拄接吼他当经过民进党的初选提名，刷落来要继续来拍拼大选。啊，我嘛是这个选区民进党唯一的新人。我自大学的时阵就伫台南读册，啊，成功大学法律系毕业，啊，成功大学法律硕士，所以其实长期以来伫台南已经踮10几档的时间啊，啊，刷来希望大家大选吼，互阮少年人一个机会来拍拼，来服务。对，今仔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嘉伟吼来到咱节目当中。嘉伟做少年的吼，才30岁，30岁而已啦吼。啊，最近咱伫咧大街小巷都有当看到嘉伟吼挂这个竞选的扛棒啦，甲广告。啊，而且呢，真侪人讲吼，有看到你吼伫咧路边啊吼，爱甲大家问好啦，或者是协助大家来倒粪扫吼，哇，走甲足骨力嘞吼。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市民吼对咱嘉伟不是遐尔清楚，知影讲哦，这个少年家是一个律师啦吼，年轻有为啊，所以呢，咱今嘛节目一开始吼，请嘉伟好好来自我介绍一番哦，让大家好好来认识你。来，大家好，我周家伟律师，我是周律师，周家伟律师。今年算得要30岁啊，得要30岁，还未30，得要30，还未30，係29岁半，係，佮一点点要30岁啊。是啊，所以长期以来哈，长期以来在郡县立委那边在服务啦，啊，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律师，我本身家己嘛做律师做3档外，啊，所以拄有这个机会，啊，受到赖清德副总统，啊，受到林俊宪立委的推荐，吼，啊，要来参选这道的议员，啊，我相信足侪人拢看过我伫路口、伫菜市啊，伫公园咧甲大家拜托，啊，因为吼，阮新人第一道参选，其实知名度足无够的。啊，知名度足无够的这种状况下，阮就爱对有人往倒位去，啊，所以希望讲会使伫拄到更较侪人的机会之下，互大家会使看到阮少年人，互阮少年人来甲大家报告讲啊，阮未来希望会使做啥，阮未来希望会使安怎改变无共款的咱这个现况，啊，所以其实伫初选的过程当中，然后初选当然结束，所以伫初选的过程当中，我拢会靠着桥路口啦、菜市啊啦、公园啦，甚至庙口啦，去希望。拄到更较侪人，互阮一个机会，啊，我来甲伊说明讲，啊，我未来想要做啥，吼，啊，甲说明讲，阮是一个新人，啊，我家己咧做律师，希望借着我律师的专业，会使未来做啥，吼，啊，所以，更较侪人，互阮即个机会，啊嘛，未来啦，吼，过来刷来大选要到啊，吼，过来继续拼大选嘛，剩半档啊，啊，所以我希望其实继续用安尼方式嘛，爱继续做落，互大家更加知影讲，有知影周家伟即个人，哦，有知影周家伟即个律师，即道要参选，啊，无我来听看卖伊要讲啥。啊，所以其实照着这样安尼的方式吼，伫基层甲上接近民众的方式吼，甲大家来讨论，啊，大家嘛互我一寡反馈，就讲伊希望会使做啥，会使做啥。所以其实伫安尼的状况下，我更加会使去甲我的想法愈来愈精进。啊，这是我感觉这是足好的活动啦。啊，当然我家己本身。成功大学读册的时阵，就对政治这块就有兴趣的。哦，所以我读律师的时阵，你是法律系？对，我本身就是法律系。啊，所以其实我本身是法律系。我们在当年318学运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公众议题，对于甚至去台北露宿街头，我们都有参与到。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一块的政治相关或是政策相关的那些议题，家己是就有兴趣的。啊嘛，家己实际会去参与。所以后来有这个机会，其实你来甲立委做合适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啊，慢慢啊，透过甲立委合适，吼后壁，吼使家己有这个行动要来参选，啊，搁更加行入去基层安尼。是，所以吼，咱嘉伟呢年纪轻轻哦，29岁半了，还不到30岁吼。啊，其实呢，已经就是有这么多的历练了哈。那翟公你是成功，你是高雄人对不对？对，高雄人。高雄人，但是你来台南读书就爱上台南。真的，我来台南，真正来台南生活了吼，大家拢爱着台南。
台南真正是一个适合生活，嘛适合食头路，嘛适合伫遮定根的所在。老实讲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读了我们成大的法律系，然后后来还是读硕士嘛，对，对，后来读硕士，然后考律师。对。哇，所以一路来吼，拢有把这个吼自己的本分，就是学了律师，然后去考上律师，然后也当过3年的律师。对。哦，然后后边其实你伫学生时代的非常有兴趣，所以其实你在学生时代就有参选的念头吗？其实参选念头还没有，其实一开始都没有参选念头，一开始其实拢是希望用到我家己的专业，因为我家己是学法律的。所以其实会希望用到家己的专业，来帮助咱的政策更愈好。所以其实迄时我就希望我未来有这个机会，会使甲不管是议员，还是甲立委，还是甚至是党，不管是啥物党，反正迄个时代，若愿意互阮少年人机会，我拢就希望会使去参与讲，大家会使互阮少年人用阮的专业，甲大家讨论政策、讨论法案、讨论啥物，所以后来拄有这个机会，互俊恒立委互阮这个机会。来加入，所以我都开始慢慢即地生根，后壁较真正到这几档开始家己是不是真正会使出来做服务这件代志，就是由无聊这个概念慢慢行出来做台面上会使真正来替人民服务，伫第一线的政治人物安尼。那一般吼，咱亲像讲吼，爸母拢想讲吼望子成龙，然后想讲哦，我栽培一个后生有够无简单，会当读到法律系呢，做一位律师，大家拢感觉足公平吼。啊，政治这条路是看法两个极端，有的人感觉讲你插政治哦，这有前途，但是有的人讲啊惨啊，插入政治真正是害，我就是跳入这个不归路啦吼。啊，为什么你会为吼这个律师要转换成政治，投入政治这一块？其实内心有过挣扎吗？其实有啦，老实讲，因为阮伫基站吼咧走拄着民众，足侪民众拄着我第一句话拢讲，恁做律师就好趁的，你是读学去弄着你，你现在律师不爱好好做，对啊，要走来选律师薪水很高哎。讲实话，老实说，我们凭良心说，当律师薪水是真的会比较高。哦，真的比较高。不管你是，但受聘还不一定。你如果自己做。你的案源不要太差，你认真一点做，就是你不要说想做一天休一天，你只要认真一点做，其实薪水随随便便都会比议员好，甚至比政治人物好。应该一个月都有10几万有嘛？一定超过，一定超过。你只要认真接案都一定会超过。所以其实就这样咧搞共识，我拢讲对，所以真正做律师较好谈所以我来选举，我不是要赚钱的，是要做代志的。好，咱老实讲，因为我们在当律师的过程，其实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民众都是出问题了。无法解决了，才来找律师。通常阮律师接到的拢是足后壁的代志就是已经小过啦，还是你已经要讲过，还是讲袂好啊，拢已经无路通行你就来找律师。要小过心态催你啦，对不管是你要讲过，还是你去用过，迄拢是已经行到无路才来找律师。我家己咧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当时你就会发现讲，足侪代志吼。第一，你无需要互当事人行到这个程度才来处理。其实你应该是伫这个代志发生进前。咱的法律、咱的政策，该来甲处理就好。所以后过头来，家己发现讲，其实足侪代志是法律的问题，是政策的问题，唔是民众的问题。是因为咱法律定了无够好，是咱的政策定了无够好，所以民众开出代志，后壁较真正爱来找律师。所以其实，我跟民众解释都会跟他们说，其实我自己会投入参选这一块，不是因为律师不好做。律师很好做，而且台湾到现在都还是很缺律师。其实律师，你只要认真，一定都会有业务，绝对收入一定会很好。对，只是我自己发现，很多律师都在解决很后端的事情，那都是已经没救的事情。但更多事情是我们法律，身为我们自己念法律的人，我们应该要在前端，要在政策那一面，就协助民众把政策立好，把法案立好，而不是等它坏了之后，然后民众真的遇到这个法卡住了，然后最后互告了，然后再来找律师，而不是这样。真的呢，其实这里书就是说，声望好，名望好，然后赚的钱又多，然后嘉伟呢，他放弃了他律师这一条路，他是有考上，不是说没考上才放弃，他考上了又当律师，然后可以赚很多钱，结果他转换跑道来做这个政治人物真的是投入不简单。然后我们做记者观察这么久，那其实政治人物你要靠这个政治这条路，探几是不可怜啦而且反而很多人都是赔钱的，真的都还要去募款的所以嘉伟
被投入哈，哇，这个就是有他自己的理想跟抱负。他觉得说，律师你就是等事情发生了被写个，然后无法解决的时候才来请律师。但是他希望能够站在前面，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把它阻止，然后让事情不要再发生。所以这个就是立法方面的问题。对，真的。哇，所以这个年轻人不甘单真的是很有理想抱负啦。那我之前也有看过报道，就是说，其实促成你有决心要来投入政治，是因为你有接过一个性骚扰案，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其实是一个应该按内公，应该公。当律师很多时候他其实必须要站在两面都去想。对，就是像我就遇过啊，就是性骚扰案件。那他其实当事人就很明确一来个讲我要找律师。好啊，我问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伊讲他是一个性骚扰的案件。我想说性骚扰案件发生什么事了？伊讲我去有一个查囡仔个。好，伊讲我甲懵啊。我问讲啊，你有真正甲懵？伊讲有，我看伊足水的。伊讲有足水甲懵。我看伊足水的，我看伊裙穿啊足短，所以我就行过，我就真大甲懵落。我讲安尼，你要找律师创啊？你就以为讲你有就好啊？伊讲无，我来就是你要我开5万，我就开5万；要我开8万，开8万；要我开10万，我就开10万。但是就是我的罪愈轻愈好。那其实这时候我自己内心是过不去的，我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就是怎么会有人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事，但我只要付了钱，律师帮我把罪弄轻一点，或者是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程序方法，不管是引罪啦，还是协商啦，还是跟被害者和解啊，不管，反正一只要有任何手段，也在判好轻，一个人也在接受。那其实我们就站在很功利的面去想，就是功利主义的面去想。你看，你若是律师，你要接无？这种案你要接无？对啊，一定爱接啊！我跟你讲，做律师一定会接，谁那一定会接。当事人也不是要无罪啊，我是愈轻愈好就好啊。偌济钱我拢愿意付。这种案件啥无爱接，这种案件大家嘛要接，唔免保证无罪，个偌济钱拢愿意付，反正有罪嘛无要紧，个罪较轻的就好啊。所以你就是帮伊种种的，后壁你个使收钱，这90%以上的律师很多律师都直接接了，大家都会接啦，大家一定会说反正又不用保无罪。我收他很多钱，他也不在意反正轻一点，到底有没有轻一点，他可能也搞不清楚。他也搞不清楚。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内心过不去的。我觉得这个关卡，我突然发现，对呢，这种案子其实80%以上应该律师都会愿意接受，因为他觉得这种案件是比较简单、轻松的案件。但我自己居然过不去，我觉得这种跟性骚扰相关的案件，我居然卡住。那我就回头思考说，到底我自己在面对每一个不同的法律案件的时候，我能不能关难过，关自己过？没有办法，我忽然发现没有办法，我才真的意识到说，其实我想做的是把这些问题提前在还没发生之前就改变，应该是要让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做出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些事，而不是让他做出事情来之后来找律师，只为了让他最轻一点。我觉得这是我当律师之后，藉由在案件处理的过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那这也让我自己重新在思考说，那到底律师这条路有适合我无？还是其实有当时我家己去关我就袂过啊？我应该是要来改变这个社会，让社会更较好。不是我永远拢在等社会出问题啊！我较来帮助遐制造问题的人，还是去有问题欺负到的人，来解决迄后壁的塞尾。所以我感觉我家己回头去思考了，我感觉我应该回来政治界，我回来帮助政治界，不管是立委，不管是议员。当然我回来到政治界了后，后壁有这个机会，我当然家己徛出来拍拼，来做家己做头家，家己来做家己的头家，来替大家服务安尼。对呢，所以嘉伟安尼讲咱会想到讲，其实一个案件拢有被告和那个原告，对不对？所以两边拢请律师的话，总是有一边会去帮迄种唔对的人讲话嘛，这律师嘛做无奈啊，我互委托我嘛是爱替伊讲但是你也感觉讲良心过不去，为什么我帮你把罪减轻？你就是明明有犯错啊，对不对？真的。所以这点互你思考了以后，发现说，我不要等出问题再来，我去投入政治，然后在发生之前，我就先把一些法案改好，让这个事件少发生。哇！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理想的青年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参政的理念你的北部刚好都做集起你家人都有支持吗？
还是这中间有经过什么反弹？也讲你跟你这里输的好，卖去做插件低。一开始都会比较反对，但其实。上大的反对是应该嘛，不是讲反对，应该上大的意见是阮爸爸妈妈啦。爸爸妈妈两个人拢自较早以前，我未做律师，搁咧读册时阵，因为我自己念书的时候，我就会去参与这些政治相关的社会运动啊或议题。是其实阮爸阮母啊拢就反对，伊拢讲你有好读册就好啊，你想要去乌黑啦。当然后来慢慢伊发现讲，我伫遮拍拼有我家己的成就，有我家己的想法了，因慢慢无再反对啦。后来慢慢透过我伫进行立委遮咧学习，加上我法律的背景，我家己律师考到了，其实综合做伙，到后壁我真正出来参选，其实阮爸爸妈妈后来是非常支持的。应该讲对啦，无你少年人你愿意出来拼，你愿意出来冲，你愿意出来替大家服务，你出来冲，你出来拼。当然因就是我伫我背后上大的瓦壳啦，就是因的，我若真正拄到啥物无顺利，我回头甲因讲，因拢会鼓励讲，少年人出来拼，一定会拄到这，你就家己冲，嘿啊，对。哇，所以你的热忱哦，感动你的父母，他们反过来支持你哈，支持你为的书专瓦抛的。好，那你其实会到你见地哈，我干嘛讲？很多人认识你是因为说，你是这个立法委员林建宪服务处。在服务嘛，哈，你做过他的国会助理，然后现在在台南的服务处这边服务，对，哇，所以其实这段历练对于来讲非常的无简单啊。东车是你是安那是在林俊宪的立委，对，俊宪立委这段真正最厉害，这段真正是迄个，我感觉俊宪立委是一个就互少年人机会啦。我其实伫服务出来，我算老的啊。你算老哎，我伫内底算就老。真的用的都很年轻。活不出来，29岁算老了。活不出来，得用83、84、85年厝，甚至搁较后壁。所以我伫内底算就老的，但是我伫内底足久啊。我自2015伊还未做第一任立委的时候，我就加入伊的团队啊。我会甲伊熟悉是，我去参加进行立委一办的一个青年营的活动。伊甲赖清德迄个时阵是赖清德市长，是一起合办青年营的活动。对。因为我是问题宝宝。我去我就一直发问，一直发问，对，我什么都想问，然后什么都想知道。是。后来结束之后，有一天，就是俊宪立委就打电话，伊本人卡来讲，歹势你迄个嘉伟嘛，我讲系对，讲我林俊恒，我讲林俊恒上，那个时阵不是，那个时阵参加完活动就结束就回家了，就回去学校继续上课，怎么会记得林俊恒上？我想你想讲立委也卡好，你想我朋友叫俊恒。对，我想讲林俊恒啊，我讲你上啊，因为我是迄个顶到你来参加活动，这道我咧参选，迄时阵还未做立委，迄时阵伊要参选呀，因为我要参选立委的迄个林俊恒，我说你不能靠我，是安那呢？然后伊甲讲，伊要邀请我加入伊的团队。讲伊迄个时阵嘛拄咧选举嘛，需要人倒骹手，看我伫青年营内底对政治就有兴趣，所以就问我讲，你有兴趣第一道我竟然甲拒绝呢。迄个时阵我好大胆，迄个时阵我真正好大胆。不是我讲，因为他打给我是青年营是9月份，然后办完之后大概1个礼拜他打给我的，然后我那时候在准备考试，我讲歹势我10月底要考试，要加入你的团队，我是就有兴趣，但是考试剩1个月，无考了。他讲，你阵是要考啥物？律师大四毕业刚好要考试。然后我就跟他说，等我考完试再说。然后他就说好，那就等我考完试再说。后来我就把这件事真的是忘了，因为我就想说，你都已经请人家吃闭门羹了，人家怎么可能还会理你？我想既然在几个安尼得好因为我也在准备考试，也没有时间去闲暇去管这件事。后来我就这样一路到10月底考试了，考完试那一天晚上，我们7点多，6点7点考完嘛，忘记了，大概8点半还9点吧，电话响了。好，这次我知道是他打的，因为上次有存电话，所以他打来问我说你考完试了还好吗？我说还好，然后他就说我听到跟你讲要加入团队的代志，你有兴趣我一口就答应他了，因为我终于发现。是，居然有一位就是他要参选立委的层级的人，他这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然后这么纵使这件事情，他可能是不管用 anyway 用任何方法记得，但他愿意拨一通电话来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加入。我觉得其实俊宪立委很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所以我那时候我迄阵我讲好，我绝对加入看什么时阵有时间我也才来面试然后
加入团队，就从2015的10月底、11月开始，我加入团队到现在，就是中途当然我有一段时间在当律师啊，但也是会兼帮忙做委员他们的服务啦。对只是就是在不同的角色上一路这样协助郡县立委，从2015年底到现在。对，所以不简单呢。那个林郡县立委，他还都亲自打电话给你。对他真的蛮吓到我的。他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因为那时候我们素昧平生，我只是去参加了他一个好像3天还4天的营队而已。然后我也不认识他，我也跟他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都没有认识。然后他只因为我在青年营的表现，然后他觉得还不错，然后想要问问看我有没有兴趣，而且刚好我也在台南，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然后还为了这个拨了2次电话给我。所以其实我有吓到，我真的被吓到，受宠若惊，吓到。对，然后就觉得，那我来试试看。那后来其实加入之后，发现也真的是在里面边做边学蛮多东西的，真的。对，因为他后来选上立委，你当国会助理的时候，就听说很多那个相关的法案的修改啊，都是你帮忙的，因为其实你有律师的专业啊。对，对不对？对，其实我自己念法律，所以其实我们在修法案，我们会大概知道法的那个概念大概要落在哪里。就是譬如说你要修什么刑责修重一点，那我们会大概知道说重也不可以重到超过什么程度。对，因为重到超过什么程度，它会比其他更严重的罪又更重，那这样就失衡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我的责行，我会帮伊科鲁规个法律顶管袂使互伊过头去，不可以过头，也不可以太少。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还蛮常跟郡县立委讨论的。那好是好在，郡县立委他也蛮相信我们专业的，就是他会认真的跟我讨论。他会认真的问我说那这个到底为什么你要这样写？所以他也不是说我写啥一个赢啥，你马些回归头来问我讲想要不要那一下其实在写跟做的过程中，其实是互相成长的。就是我在跟郡县立委讨论的过程，我其实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在立法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譬如说不同的党派会有什么样的纠结啊，什么样的那个权衡啊，都会有那我也会知道说，那民众反映给他希望怎么做，那他来跟我讲，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写。所以其实我也是成长。那但我在跟委员讲说，那法的概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因为郡县立委他本身是念企管的，所以他对于这种组织性的东西，他其实逻辑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一跟他讲这个法概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他其实很快就可以理解。那其实我们两个在这样的配合下，一类计损，一类瞎话案，其实蛮容易有新闻能见度的，因为他其实会蛮容易 catch 到那个重点。这个是我觉得是我跟他合作起来，我觉得最顺畅，也是我很引以为傲的。对，所以其实郡县立委啊，他让人家觉得说他的问政都很犀利，而且非常的专业。对那他本身有民意跟政治还有一些协调方面的基础那就还有家委这用法律方面的专业来帮助他，哇，得力的助手啦。就等于是协助他蛮比较法专业这一块就是法的问题我们来协助那其实，在协调啦、跟民众对谈啦，甚至比较政治面的斡旋，其实这一块他真的是极度专业，他真是非常专业。就是有时候我在国会看他在跟民众谈事情，或是跟公部门谈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人好厉害就是他来问我那个法应该要怎么用，我跟他解释完之后，他可以把这整件事情讲的，就是讲出一个就是很正确的逻辑，然后去告诉公部门，那你们应该要怎么帮助民众，而不是让民众去垂波楼给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佩服他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法通常都是问题的根源，但其实那个问题一开出去之后，就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他可以把它收在一起，然后教民众怎么解决，然后教公部门你们怎么帮忙，其实这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对，所以他是可以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真的，而且快速，非常快速，就是那个吸取力非常好，就是他也是我非常佩服的。玩的跟我一种高材生，真的是这样，就是他真的是他可以快速吸完我给他的建议，然后快速的融进去这个案子里面，然后再快速的跟这些单位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各自应该要怎么做帮助这个人。对，所以跟着这个林郡县立委，立马耳流做贼啦，真假，真的是学很多，非常多。对，所以他其实后来就是说，不管是在立法院的问政啊，或者在地方很多建设或是民众需要的地方呢，其实你有时候也会跟着他出去做勘察嘛，所以其实也听到蛮多民意的，对不对？会，其实蛮常跟郡县立委一起去看看那个在地民众需求的东西。其实像前一阵子我们去看那个
教育部的学产用地也是在我的选区，在中西区。中西区安平区那边。对，中西区安平区那个学产用地，其实我们去看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块地它其实教育部它的地，然后它提供出来给台南市政府规划。那规划之后，当然台南市政府未来把它规划成一个类似科技城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当然它后面有一些教育回馈，那个是后端的事情。对。不过郡县立委厉害就是他非常手腕非常好，也非常聪明。他就趁着院长也下来的同时，那就是跟院长去拜托说，是不是哪些地方还缺了一点点什么东西？中央是不是挹注一点钱来帮忙？那其实通常这种事情，你如果如果是我啦，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私底下去跟院长讲，对，然后私底下去拜托，或私底下怎么处理？但没有，郡县立委很聪明，他非常聪明。他那一天就是跟就是其他现场民意代表大家一起，就是在现场就跟院长报告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差一点点。那其实院长也非常通情理，就说那确实是啊，就是讲台这边你起来做好，唔好做好，到这边做第几道，这边做第啥道。所以院长也后来也应允，就把譬如说抽水站的钱啊，譬如说连接道路的费用，一次把它再把它拨足。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政治斡旋上，我觉得很。所以那一场好像也争取到蛮多经费，对不对？4000多万。对，就我就觉得那个层次很不一样，就是像我想到的层次，就是在法律上这里未来就是怎么规划。那以后就是譬如说还缺什么，那以后我们再来做。对。但没有，就是他想到的是更下一端的，就是那我们既然要做，一次把它做好。那趁着院长来，趁着院长也最近他比较，因为院长全台湾他都要管，所以他真的很了解这个议案，可能是最近这1-2周，就是有人跟他报告2周后要去视察，1周后要去视察，明天要去视察，所以他也是当下可能院长那个当下是最了解这个案子的时候。那趁这个时候赶快跟院长讲，其实院长才会很有概念的去告诉你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想象。对，那我们想到的是，这个者先者，好，不搞他哥来者，他哥来者，那是我的想象。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层次不一样。对啊，所以你在那个郡县委员的身边，为家得当耳朵做贼啊。今天在进家。哇，所以就是嘉伟在这个林郡县立委的服务处或者是国会议员期间真的是。学到很多的东西。好，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日前就是我们那个国策顾问嘛，那民进党的大佬这个黄先柱先生，那他就是已经有生病过世。那其实就讲到这个黄先柱，大概都给挑戦他跟台南市也蛮有渊源的，很有渊源。然后好像嘉伟你那天有去参加嘛，参加他的那个公祭，然后你跟他其实有一段渊源，对不对？对，其实挑戦对我们。年轻后辈真的非常好，我弄给挑戦啊，因为一是尊称，二是他也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就好。对，那其实挑戦对我来说算是我的很重要的前辈，也很重要的老师啊。因为其实他虽然他有一段时间当台南市的党部主委，2018到2020那一段，对，他是台南市的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那段期间也刚好我正在就是跟郡县立委，正在副总统也正在给我们建议说，你下来参选。所以其实那时候主委，挑戦他当主委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讲说，那你有机会的话，你就来参与党务的运作。所以其实那时候他帮我引荐了，让我去担任民进党当初台南市中西区的区主任，所以去协助处理一些民进党在中西区的事务。那其实也后来也让我。去加入了2020年，就是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他们的竞选团队。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挑戦算是帮我非常多嘛。那他很常告诉我，他真的很常告诉我，就我在初选前，我在他身体状况比较还 OK 的时候，其实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记，每一场选举吼，你拢爱动这第一阵，安尼你开始精神饱满去阵。好，每一场选战你拢爱动这是上尾一阵。因为你按那开始斗志高昂，正个什么呀？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因为他总是告诉我，就是你要把每一站当第一站，也要把每一站当最后一站，因为你要当第一站才会精神饱满，你要当最后一站你才会斗志高昂。我就觉得这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在初选的最尾端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告诉自己，就是我要把这里当最后一站，你才有斗志。就是在这么辛苦、这么疲惫的情况下，把那一战打完。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受用于所有的
参选的人，甚至非常受用于每一个不同行业的人。真的，就你咧做每一项代志，拢是你要甲动第一道者，马要甲动上不要一道者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蛮尊敬他。那当然，他后来就是先离开我们了。那他的精神我们一样会继续传承下去啊。我遇到比较后面进来办公室的新人，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想要参与政治人，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把每一件事都当第一次做，是，然后去学，那你也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最后一件事情来做，就是用尽全力，就是这样。真的，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受用哦。但是的讲哈，有受用的话，要自己也要做得到啦，对不对？那嘉伟就觉得这句话对他很重要，所以有听挑生的这个就是跟他讲的这句话铭记在心。其实讲到挑生他真的是选举界的传奇，只要一操盘，几乎都没有失败过，真的，对不对？真的所以你看，像那个赖清德副总统啦，然后林俊宪立委等等很多，全部都是挑生的操盘。真的，他真我挑戦真的久了，挑戦从那个张灿宏时代，对，然后陈水扁总统那时代，然后一直到那个赖清德副总统，那时候是当立委，然后再来市长，然后再来副总统，然后包含郡县立委这样，对，所以他其实一路上在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系统里面，他在操盘都是稳扎稳打，对，真的是稳扎稳打，然后他的。挑战他的想法真的很细致，他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他虽然他是一个男生，但他真的是非常细腻的人。他是每一块都会想到的，包括选举的事情，包括人的分配，包括人在分配之后他们做了哪些事，他们未来情绪怎么样，他都会先想起来放。所以他都会把每个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那我觉得这其实对，民进党台南市的现况很重要。这个其实2018到2020那段时间，其实挑戦在当主委的过程中，包含了党务的运作，包含了选举的运作，甚至包含2020以后，2020那一场就是蔡英文搭配赖清德，那时候对上韩国瑜，那个整个台南市的操盘，其实都蛮精致的。这也为什么后来在台南会开出这么好的票，其实这是蛮有原因的。对，挑戦超过的这个盘几乎就是大大小小，不管是从里长、议员大到总统级的，他真的是操得很好。那其实我们认识挑戦也很久了啦，就是也会一直很怀念他。真的。对，所以嘉伟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身边有很多人都挺你，就是包括说那个我们看到的赖清德副总统啦、林俊宪立委啦、挑戦啊等等什么市长黄伟哲，然后还有多少人物在挺你？你自己剪了一段影片放在 FB 所以我们一定要拿来播给大家看，这样看比较快。来，我们看一下。周家伟律师，谢谢，我是周家伟律师。用面送我的万年笔，将心爱的话写伫批纸。出社会已经这多冬，不捌对恁讲出我的感谢。我知影恁爱我。就亲像我爱我的囡仔，总有无限的疼惜，甲深深的寄望。是恁牵着阮的手，一步一步陪阮行，行过一个都市，会牵着阮命，永远勇敢的徛伫这。无论风偌大，阮的心袂震动。志气是恁教阮好的名，阮是骄傲的台湾囡仔。
我一直真打拼，为情要甲尊严，为一家伙啊，简单平安过生活。是年轻人，4月18到22，民进党市议员初选，中西区、北区唯一支持周家伟律师。我是年轻人，我支持周家伟律师。今年27岁，我支持周家伟律师，赞！我今年21岁，我支持周家伟律师，加油！我今年30岁，我唯一支持周家伟律师。今年22岁，我支持周家伟律师，加油！今年21岁，我支持周家伟律师。今年26岁，我支持周家伟律师，加油！今年31岁，我唯一支持周家伟律师。咱站出来，咱站出来，用咱的爱甲期待，同心为台湾。动善，是周律师，加油！好，来，我们看完 VCR 之后，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说，哇，这么多人来挺你这个笑人呢，不简单。你看这个光立委就几个来，我点名一下啦哈，林俊宪、林怡景、吴思瑶、林长佐，然后还有周春米啊，然后洪申翰、林静怡、苏巧慧，哦，然后那个黄伟哲啊，还有这个潘孟安县长啦，然后一些知名的评论员等等，很多来挺你耶。为什么你这么有人气，他们来挺啊？这真正是迄个，真正是，真的是我们民进党最大的好就在这，就是我觉得民进党一直以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这真的是，因为每一个立委神拜，像有些立委神拜其实是透过跟我比较熟识的立委再去请他拜托他们邀请的，那其实拜托他们邀请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发现。每一个立委都愿意对我们年轻人给予机会，然后愿意来帮助我们年轻人。像，郡县立委那不用讲，那我从以前就是跟着郡县立委。那宜景立委也不用讲，他其实在台南市也算是跟我们比较熟识的立委。对。那是比较中北部的立委，像苏巧慧立委比较特别，因为他的国会办公室刚好在我们隔壁，所以他刚好在郡县立委的隔壁，所以以前会去串门子，就是会去讨林郎刀的咖啡。所以巧慧立委其实也是认识的，然后后来其实他有看到你的表现，对，你给人家你听啊，不是欧北听的，对，所以其实后来我没出来算，有人讲好啊，你那个代表我律师改出来算，因为巧慧委员是律师，然后说代表我律师改出来算，然后没办，哎，我找几天我来台南，嘿，所以那时候我总部成立，那时候他有来帮我站台，那我就觉得很感人，就是还特地从台北来一趟。就只为了帮我站台，我真是吓坏了，受宠若惊，吓坏了。对。那后来当然，透过宜景立委、透过郡县立委的介绍，也认识了还蛮多立委，然后甚至包含了现在无党籍的长佐委员，就 Freddy 立委，其实他们都蛮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的，然后也蛮愿意来协助我们站台。像周春米委员，他也是刚忙完屏东县的初选，然后刚获得提名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我说，嘉伟啊，那个周律师支持周律师，然后他也是周律师，我也是周律师。他说周律师支持周律师啊，你什么时候要排个时间我来台南？然后我就觉得很感人，我就觉得哇，就是人家他现在屏东县他刚忙完，他也不是说我就要休息，不是，他是忙完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说，那我后面要来帮我们年轻新辈，民进党年轻新辈，然后怎么来努力。所以其实周春米委员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感动，因为他忙了很久。然后很累，很辛苦。我看他就是晒得又黑，然后又操得又瘦，然后结果他选完，他初选完公布完的，不知道当天吧，我印象是当天，他就打电话来联络说啊，你下面是准备摆时间，我来台南，回你扫街，你拍拼。
我就觉得好感人，我就觉得就是怎么会有一个县长层次或是立委层次的委员，然后也不是说他在台南其实对他来说，可能谁选上谁没选上对他的影响都微乎其微，但他很愿意的告诉我说，我愿意来台南帮你卡台，好，我愿意因为我进多少当他提名过，大家会注意啊，所以我来跟你到站下，后大家更加注意你。他其实希望是1+1大于2的，那我就觉得哇，这是好令我窝心，就是民进党的立委、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拢愿意给阮少年人机会，来帮助阮少年人，给阮来冲，给阮来拼。真的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不止啦，那些政治人物不止说是因为你是年轻人，还有你有律师的专业，然后看你这人啊实在诚恳，然后有政治前途啦，所以他们怎么样都愿意来帮你站台，好，这真的不简单，也要真的要很感恩啊，真的非常感谢，好，那这样子，你要参选北区跟中西区这个部分嘛，对不对？那想必你一定对的金冷窟有特别的看法，所以你干嘛讲有什么进步的空间啊？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政见主轴吗？其实北区其实北区跟中西区，虽然讲这两区迄个时阵合作伙，大家拢感觉足合理，但是其实这两个区合作伙在我看起来是非常无共款的。这奇怪吗？就非常无共款。北区北区我以北区先讲，北区你看到的都是很年轻族群，甚至房子很新啊，甚至都是小家庭带着小孩啊在居住的，所以其实北区相对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区。但是呢，中西区不一样，中西区不同款，中西区是一个就传统社区的所在，伊其实拢是老行啊，就老的行啊，古早的行啊，行啊内底拢是可能拢是大人，就只有少年人拢无住。还有很多的古迹，因为又很狭小，对巷弄狭小。扣掉那些文创业，扣掉那些来做生意的经商者，好，大部分，你最常看到中西区上常看的老店，对老店以外就是搭配边爱老厝边。所以其实都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其实北区跟中西区，它虽然说它划在同一个选区，但它其实需求的状况是不一样。在北区里面，它很应该要去着重的是少年人的代志，尤其是小家庭的代志，尤其是囡仔的代志。就是其实我们很着力在，我觉得应该要去推广小孩的需求这一块。那当然北区的优势就是公园就这，北区的公园很多，但公园很多必须要搭配政府的设计。让公园有特色，因为公园越有特色，民众才越愿意进去啊，小孩才越愿意进去，所以其实北区它更多是小孩的需求要被看见，那中西区它反而相反了，中西区其实是喜大人的需求要去用看到，所以它其实更重视的应该要是在长照跟社区营造这点，尤其是社区营造，就是社区营造这一块，因为社区营造在中西区它必须要由下而上发起，很困难。但上就要就是政府就要有一些诱因啊，让民众愿意去参与社区，然后愿意经营社区。那其实这一块有慢慢的有一些社区有在做起来，中西区慢慢有在做起来。那北区这一块当然做的还蛮好的，因为北区它其实年轻家长愿意参与，那愿意带小孩一起来参与，其实那个做起来的状况就会很好。那中西区也是慢慢的这几年有比较好。那我们希望在推广的过程中，其实着力的对象是不一样的。那像中西区它长者多。所以长者多，它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不管是治安上的安全，还是硬体设施上的安全，比如说路，老人都很行，对，好，上这开卡车，啊，搁上这个真正开奥多拜个极限啦，就只开车乱说的，就只开车拍照的死大人，所以其实地方的安全，包括着人的问题，包括着社区的安全啊，有没有阴暗角落的问题啦，包括着路有平无，巷有平无。瓷砖有平无？砖块有平无？所以是这种很基体建设的东西，其实在中西区它应该要更细致的被去重视。然后包括消防的问题，都是巷道啊，你哪一回修被安装啊，死大人伊也唔知道要处理。所以其实很多教育跟硬体的问题，要在长者的教育要在中西区更落实啊。这是我们在中西区其实看到的问题。是。那北区反而不一样，北区它其实是计划好，就是要给大家居住的。所以北区很大一部分，另外楼拢大条，它就算什么巷、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都算大条。所以其实它在居住上的方便度是一定比中西区的巷道还要好。那也因为它大条，所以其实整理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你要讲北区的路就无平，可能有啦，可能嘛是有啦，但是可能较少啦，相对较少啦。所以北区其实更重视的是除了这些硬体设施以外的
生活品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北区的重点。对，哇，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听过这么多人在讲，然后嘉伟的那个他的看法跟别人比较不一样，非常的深入哦。对，而且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哦，北区跟中西区合并很正常。嘉伟一开始就讲说，他觉得这2区合在一起很奇怪。那他刚才点出这个点，其实我听的也蛮认同的。他这样的分析是真的是还蛮正确的。所以其实真的是有在做功课啦，真的是，然后跟着这个立委这样的学习，也是真的学到很多。好，那你期许自己是一个政治改革者，来，为什么？你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啦，我家己其实是为基层做起来，我是为走力，好一路做甲特助进特助，好当然中我这段时间中兼做律师，我自己也有当律师，所以其实我希望的是。在很多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去检视最源头的政策问题。好，包括就譬如讲交通的问题，好，譬如讲像咱这几两当其实常会看到的，好就是骑楼停车啦、路边停车啦，然后检举的问题啦，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那我可以希望讲，其实我那未来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去如何从教育落实起，从民众的教导落实起。然后从根本去解决检举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要跟他对了检举，如何让大家如何让检举的人检举不成，或是如何叫警察不要去开单处理，其实那个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最源头是要怎么教育民众，跟民众讨论，甚至我们要透过政策解决问题。我随便举个例，停车场要盖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停车场要盖，因为中西区、北区就我的选区中西区、北区这2块的停车空间非常不足够。但我觉得停车场要盖，不是盖好之后把观光客的车全部塞进去停车场，因为住户还是没地方停，而是你应该是要停车场盖好之后，留一部分给住户使用，然后让住户真的可以解决他的需求之后，住户才会支持你政府去做后面的政策。至于观光客，你更应该要让他停在外围，透过大众交通进到市区来。对，你譬如讲你那个民众的车停伫较外围、较中西区、北区的外围。透过捷运、透过公车，好，你把它起区，那其实那个才会真的解决停车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的过程中，我会觉得我们要去改革的是大家原本那个想象不对的地方，就错的观念，就是很多人都觉得盖停车场，这样观光客就有地方停，车子才不会乱停。但错啊，这根本不是解决治标不治本。你把观光客的车全部塞进去停车场，还是会有更多观光客开车进来，因为他们觉得有地方把车开进来。对呀。以前观光客不开车进来。是因为他觉得没地方开进来，因为很满，所以我就不开进来。那现在你把很满的这些车塞到停车场里面，路就空了。对，那路就空了，那些更多观光客就我可以进来。对，那其实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越塞越多。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要搭配式的解决问题，就是很多问题是连在一起看的。停车问题它跟大众交通一定要连在一起看，它不能单独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改革的过程，其实我是希望借由我们年轻人的加入，借由我们资讯汲取快速这件事情。好，我咧看资料速度紧，好，我咧分析资料速度紧，所以我希望会使甲足侪议题放做伙讨论。不是讲我敢若解决停车就解决停车，解决捷运就解决捷运，好，解决观光就解决观光，不是，其实这全部物件是合作伙看。对，要看得很长远呐。对。好，那现在呢，在咱台南市的部分哈，咱知影讲，民进党就是由黄伟哲市长呢带领的你们旗下这些议员参选人。那国民党呢，就是由谢龙介呢带领他们国民党旗下的参选人，而且呢，初选都结束就是已经名单都出来了。好，那面对这个，大家都会说，每次选举都是母鸡带小鸡嘛哈。那你怎么来看这次的选举？其实我们对民进党来讲其实。黄伟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母鸡，老实说，因为，敢若讲进行提名的时阵，跟之前黄伟哲市长还没确定提名之前，我们的基层有多担心啊？我们在跑市场、跑站路口，然后跑公园的时候，每个支持者遇到我们都说，黄伟哲就满意度就80%，到底有什么好在那边研制不提名的？所以其实伟哲市长他在民众的心目中那个塑造性跟那个满意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赶快提名，然后让母鸡确定，我们这些小鸡才有办法赶快跑。所以其实伟哲市长他在市政这3年多以来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也老实说，台南这3年也确实在伟哲市长的带领之下，不管是观光层次，不管是文化的层次，都一直在往上提升。
就是你即马到外口，你问人台南，然后你讲台南府城，你也讲你会想要去遐无？大家拢讲而且我来拢要来几啊天，我会来遮想要见面。好，甲20当前，迄个时代，好，咱讲到台南就想到古迹。好，你讲到台南，第一个想要赤坎楼，第二个想要义载金城，第三个想要孔庙，没有了，对，绝对没有了。你外县市的，你只要讲到台南，只有这3件事，没有了。但自从赖清德副总统他当市长，然后当然中间有一段李孟彦市长，然后到现在黄伟哲市长，这10几年来的努力之后，其实台南现在最津津乐道就是这里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你进港人讲的台南，伊是讲来遮就舒服，来遮会使过一暝、过2暝，好会使来遮食物件，会使来遮观光，没刚刚讲到啊，就那几座城就没了。所以其实台南在这10几年来是一直在改变。那当然伟哲市长这3年他在建设上也是非常有目共睹。那当然国民党他们也是派出我们想象上他们最强的强棒，就是谢龙介。国民党最强的。对，但是谢龙介我们要讲就是要评断他的一则的代价，毕竟伊是我这个选区的议员啦，很几个是啊，很几个是伊嘛无死掉啦，我是建议伊要死掉哈，好，我建议他要先辞掉啊，因为毕竟伊无死掉哈，他现在就是占着议员的缺在选他的市长，啊，其实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对我们北区中西区的民众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其实谢龙介的好处是在于他也算是国民党里面比较大破大立，一家共一家者，啊，这是好代志。这种本来就是我们不分蓝绿的去讲，就是你敢做敢冲，我们都认为这是好事。好，我弄干嘛在喝代志？但是你敢做敢冲的过程中，你也要回头去思考一下你的本分。好，因为龙盖生吼，伊伫这议员的这段期间吼，好了，咱用最简单的就是议会监督联盟的出席率来看，就知道他的出席确实是有待加强啊。好，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他有心要去努力市长这一步，好，他可能未来要走向除了中西北区以外其他35区，那他势必要把这个位置跟因为他这个位置而花的那些钱，政府所花的钱，大概嘛有薪水啊，那些钱是不是就留给议会、留给人民？好，你就不要领啊，你去选你的局，你选上台南市长，我们会觉得那你很棒，就是你未来替更多人服务，但你不可以坐着议员这个位置，然后领着议员的钱，然后去做。不是这个选区里面的努力，然后就算了。好，台南市议员是全台南市的嘛，你可以做别的选区的服务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把事情都放在你的选区，这对民众来说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对北区、中西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啊，好，当然我们也期许谢龙介议员，好，他在选市长的过程中，大家君子之争，好，不要做那种所谓的像之前他在选立委的时候那样的做法，好，就是他贵头所以我的感觉是母鸡带小鸡对国民党小鸡来说，母鸡是谢龙介一定加分，绝对加分，因为它冲撞性强。好，相较于国民党以往推出来的人啊，好，但在母鸡很强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小鸡也要非常小心，就是缩解都没相应，大家只记得母鸡是谁，没有人记得小鸡是谁。那伟哲在我们这边的看法是，我们觉得他比较温和式的，在协助我们这些小鸡。像伟哲市长遇到我，也会跟我说：“嘉伟，你看我们北区、中西区，好，现任有3席嘛，然后现任加唐碧尔议员4席，那唐碧尔议员他没有要选了，所以我们就是努力把第4席守好。好，所以其实伟哲市长他也是会跟我们交换一些意见，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了。好，那当然也期许接下来的选战的主轴可以回归到政策面，然后就是谢龙介议员他也可以提出他关于台南市政的想象，而不要做台南市政的抨击。那黄伟哲市长他就是努力继续把市政做好，我们也不希望他为了最后这半年的选举，然后把市政就是怠惰了。那我相信他也不会啦，因为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把市政看得比他个人的生活还要重要。因为真的市长真的蛮拼命的，我每个假日几乎每个假日都要遇到他。根本不会休困的，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也不会啦，对啊。对啊，因为如果没有做好，民众也不会把票再投给他。真的。好，那讲到这个选举哈，因为可能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又非常的严重啦哈，对恁新人咧就是在跑拜票啊之类的，会不会影响很大？会，其实蛮影响的，就是其实蛮影响的，真的蛮影响的，就是新人知名度比较差。对。那其实我们在选举的定调上都会往人这些所在行。但是疫情最大的问题是，你上好是卖去人这些所在，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麻烦，就是我们其实反而要去回头审视我们的选举策略。其实，
反而不能那么常要去人多的地方。那变成你要透过网络，然后透过文宣，然后来去告诉民众你想做什么。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转机啊，就危机是转机啊，因为疫情的当下其实就会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包括快筛啊，包括很多议题都可以讨论。快筛是中央政策没错，但在地方执行上，其实民众也会很多意见想反映。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借由网络的方式，或者借由议题的方式，大家去讨论，对啊，所以其实是危机也是转机。危机对我们新人来说，就是接触人的机会变少。对，那转机就是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年轻人思考的能力。然后去告诉民众说，其实我们有发现你们提的什么方法也很好，那我们来跟中央，我们来跟，包括立委、包括市长来反映。那当然也因为有这些反应，其实可以让市政府也去调整很多做法。对，像，我有在民众跟我反映的过程中，我就去解决了一个议案，就是民众跟我反映说，他们要受训保姆的课程。那保姆的课程他们都是采实体上课。对啊。那后来，就有保姆说他们照顾的都是小孩。小孩都不能打疫苗，那其实他们这样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保姆打完3剂，他中标，他其实有可能是无症状或轻症状，他根本没发现，就回去给2岁以下小孩或2、3岁的小孩，他们再传给孩子，那其实就很危险。对，所以后来我就有跟社会局长跟市长讨论说，那是不是你们干脆就把这个课程改成线上，它其实没有实体的必要性。那当然后来韦哲市长也从善如流，他就要求社会局把这个课程就干脆改成线上，不要让这种无谓的风险增加。那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加分的，那对市政府来说也是加分的，那对小孩还有保姆的安全其实也是加分的。对，所以伫个吼，这个造的过程吼，嘛是有发现做这问题的，马上来欢迎啊啦吼。好，来，那我们最后呢，在节目最后哈，我们请嘉伟呢，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选民朋友、市民朋友说的？好，就是拜托大家，我少年人吼，第一道参选。我是周律师，本身我有家己有法律的专业，嘛伫基层服务足久啊。其实希望讲大家会使互阮这个机会是，阮会使代表阮这个世代来帮助更较侪后一个世代的人，嘛帮助更较侪头前需要改革的代志所以希望大家互阮这个机会来服务来拍拼因为我伫进行的卫生局嘛7档外，家己做律师，这专业的算咱咧讲的历练，这历练其实会使互我成做一个更较适合的市议员所以我未来我嘛一定会伫基层更较定斤、更较拍拼嘛会伫咱正拄着路口菜市公园，大家嘛是会继续看到我当然若有啥物需要爱甲我反映，我嘛一定会来甲市政府反映，甚至甲立委反映、甲中央反映所以拜托大家，今年年底的选举，我是民进党唯一的新人伫这个选区内底，中西区、北区，拜托，互我一个机会来拍拼，谢谢。好，来，周家伟律师呢，放弃这个律师的高薪，然后这个好名声呢，然后他愿意呢，当一位政治改革者来投入政治所以呢，侯孝良这个机会，让专业的律师一个机会。好，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今天透过咱的节目嘛，对的周家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么期待周家伟有更好的表现。来，再次谢谢周家伟，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启明新家这波底加这个几段了，咱再会。